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国宝级的导演李行。顶个月19号，因为心绪衰竭去做仙路，享受91岁。早起伫台北市的殡仪馆举办追思会，济影坛甲政界的人士拢去致哀，对这位电影之父拢真怀念、真感恩。伊阁将悼念出名导演李行，追思会现场拢是白花代表安详清雅，包括政坛甲影坛的亲情好朋友拢来致意。也有总统蔡英文的褒扬令，由文化部长李永德颁予李行的查某囝李显顺。自积极张拓国际市场，开拓两岸艺文交流，提携讲业后进新进。包括出名导演王小弟、陈玉芬、王彤、吴念真等人拢来送前辈最后一场。李行做导演超过60年，捧红真济演员，邀请林凤娇、尤云后生、帮祖明代表悼念。艺人施俊、欧阳龙、甲因查某囝欧阳妮妮，也有杨惠珊、杨桂妹拢有到现场。李导演就一直很关照我，然后很爱护我，所以我就跟他结了不解之缘。他对我的影响就是，到我后面的工作，我都觉得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所有的要求跟严格都是对的，这是他对我最大的影响。像我的父亲一样。目屎甘目钱对李行的感谢一言难尽，这生李行为电影奉献无数。今麦伊将拍电影的精神传落来，延续落去，但愿李行在天堂一切如愿。